家长咧挑选幼稚园的时阵，要安怎判定幼稚园的食食是毋是有问题咧？专家讲，事先要来掌握，确实是真困难。会当直接问囡仔幼稚园食食的状况。我不喜欢吃辣椒。那你有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？没有。真好，囡仔无经食，不过大人却是真认真。我们阿姨用新鲜的水果下去打的果汁，要很快吃掉，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东西。每日喙拢爱真新鲜，袂使等伤久。台北市这间幼稚园，这张菜单唔是干那好看尔。就他常常听他说，今天在学校吃2种水果啊，像他以前其实便秘很严重，我们都是固定要去医院拿软便剂的那一种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上这里的学校之后，就自然就好了。有法度好家长才放心，冰箱一个拍开，像这个青菜保鲜盒仔有清楚写保存的期限，提醒这个煮饭阿姨爱把黄金期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囡仔每一顿拢爱特别留一份热爱。这一份的话是，万一如果说餐点如果有出问题，小朋友如果回家有肚子痛或是怎么样，我们马上有东西可以取样，放在冰箱保持2天，然后2天以后我们才会把这一个丢掉。要么家长经幼稚园的时，就算有入去灶骹看过，囡仔食的安全同款真歹防。评鉴只有可能3年或者是2年一评的话，你单1天的半天的时间，坦白讲看不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家长的访谈非常重要，可能不定时的，有时候也要问说孩子大概自己今天吃了什么东西。专家建议讲，家长3不5时爱甲囡仔开讲一个，了解因食什么款的物件，袂使干那看这张菜单就全部接受，安尼才有较保囡仔食了会安心。